手捏纯米做成的米团，湿润绵密的触感很不同。黄全焕引以为傲的客家大汤圆，已在竹东飘香16年。我们是纯米的，煮出来口感就不一样。馅猪肉，猪肉我们的黑猪肉，那香菇我们是买好的香菇，虾米那些啊，对不对？料我们去炒，它萝卜是用晒，直接农家晒的比较好吃，脆。那味道跟那外面买的它烘干的不一样。各家米食千变万化，包进炒过的萝卜丝，随手运用生活食材，难忘的古早味从阿嬷的时代流传至今。家里也是种田的啊，那就是自己种的米啊，自己晒的萝卜啊，就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请客人啊。对，最淳朴的那个蒸咖的味道。一颗颗白胖汤圆在大锅里浮起，加进大碗高汤，铺上丰盛的韭菜、香菇和虾米，吃一口正宗客家风味，饱满又富足。团圆啊，大大小小，百子千孙啊，这个。黄全焕夫妇珍惜阿婆留下的传统味，简单汤圆里包着夫妻俩圆圆满满的祝福。来，这样你试看呢？请吃吃看。对，大汤圆，呛是 corner。呛是 corner。